Karma pa kiano, karma pa kiano, karma pa kiano, karma pa kiano。大家好，这次 KKF 的一个在大屿山上面举办的这个点灯法会啊，非常的庄严啊！而且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想到是这个 KKF 举办的，后来才就是知道是 KKF 举办的，所以我也有点就是吓一跳啊。所以我觉得这次肯定供了那么多灯，大家也非常辛苦。这个香港的天气也是那么炎热啊，然后也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，能够要点这么多灯啊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呢，这次真的是功德无量。所以呢，随喜大家赞叹大家的努力。然后呢，希望这样的一个功德呢，带给这个全世界，和平。当然呢，尤其是带给香港，繁荣昌盛，然后呢，平安，快乐。然后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